分享书看客家苗路學院，明日一行二新聞，客家 DNV 第12月28號喺台北圓山大飯店舉辦2024全國客家日客家青年論壇，也拜論壇主題係時代強好航向未來，總共有全國超過230位嘅後生人同專家學者參加。客家 DNV 主任李延古小飛講，客家後生人未愛企出來促建參加公共事務，還個關心愛哋嘅國家社會，向下寫下新嘅客家精神，合裝替愛哋嘅見，你來分享有理想嘅朋友加入重返合裝客家地方創生以及計劃，向下為自家嘅家鄉服務。米下有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客家學院人本社會學內副教授羅烈士做後生人嘅分享總結表示，今本日嘅對話唔但搶展現出後生時代啲文化傳承同創新實踐嘅積極作為，還個本愛哋看到客家文化係由後生人參加會有無限可能。以上替客家苗路學院嘅報道，接下來愛教大家今本日嘅明日一行二就是青年傳承客家文化，青年傳承客家文化，唔好為忙啊，下禮拜爭來了。